大家好，我係伍允龍。喺武剃道入邊，我飾演梁志威。梁志威咧係一個有成就嘅武打明星，同埋一個有經驗嘅動作指導。佢係森哥嘅徒弟，但係佢心目中最緊要嘅係安全第一。武剃道7月25號會喺日本正式上映，希望每一位觀眾入戲院支持同埋喜歡我哋部電影啦！我好期待有機會好快喺日本或者香港見面，好似阿威成日咁講，阿 Stuntman never say no。盧俊謙，你喺邊啊 ？Stuntman 武剃道 meeting 呢？我喺度啊 ，Philip， 多謝你嘅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劉俊謙。喺武剃道入邊咧飾演李世龍呢個角色嘅武剃道 Stuntman。meeting 呢？トワイライトウォリアーズに続く傑作、夢を追う男たちの物語。冇停！どんなに相入れなくても，係咪現場冇人受傷你唔安樂？映画への思いは一つ。預備，1、2、3。嗰個年代啲武師 never say no。你俾我試下得唔得先？無論幾大風大浪都好，團火唔可以熄。スタントマン武剃道。